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，我係阿馬。今日我哋會睇下點解近年越嚟越多科學家認為孤獨會令人更加快樂。我哋會從腦神經科學、認知心理學等等嘅角度去分析下科學家嘅睇法。過去我成長嘅年代，比較主流嘅講法係人越多社交會越開心，孤獨通常都係被逼嘅，係因為一個人無法合群，所以先會被動地孤獨。如果一個人係主動選擇獨處，會被形容為孤僻，甚至會俾人覺得佢怪怪地，唔知係咪邊方面有啲問題。不過隨住社會發展，加上早幾年疫情肆虐，好多人開始反思孤獨呢樣嘢係咪真係好似我哋以前睇得咁負面。依家越嚟越多人相信獨處嘅時候，反而先能夠揾翻內心真正嘅平靜同快樂。主動選擇獨處嘅人，往往情緒更穩定，生活更有掌控感。太多無謂嘅社交其實係一種消耗，尤其年紀越大，時間變得越嚟越需要珍惜嘅時候，呢種感受會更加強烈。今日我哋會參考各種有關獨處嘅科學研究，拆解下獨處同快樂之間嘅關係。我哋會睇下獨處嗰陣，我哋嘅大腦會發生咩變化，亦會從認知心理學方面睇睇獨處對我哋嘅身心到底有咩好處。更重要嘅係，我哋會分析下到底點樣獨處先會令我哋得到最大嘅幸福同精神健康。準備好未呢？我哋依家開始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兩個唔同嘅概念，就係孤獨 loneliness 同埋獨處 solitude。語義上，孤獨比較傾向負面，係一種被動隔絕嘅狀態。呢種狀態之下，我哋嘅感受會比較多焦慮同無助。而獨處嘅語義就相對正面，係一種主動嘅選擇。我哋嘅感受會比較多自在同埋滿足。無論係孤獨定係獨處，都冇一個好嚴格嘅定義，亦都同物理上你身邊有冇其他人，或者人際關係上你有冇屋企人同朋友無關。佢主要係一種主觀感受，或者係你對自己狀態嘅一種覺察。你可以相識滿天下，或者明明身處一個熱鬧嘅聚會當中，但係依然覺得孤獨。亦都可以明明一個人獨處，但係一啲都唔孤單。以下我哋分析嘅主要係主動選擇嘅獨處。從腦神經科學角度睇，獨處對大腦嘅影響係非常之正面嘅。近年，腦神經科學家開始深入探索人類大腦嘅預設模式網絡 （Default Mode Network），簡稱 DMN。科學家發現，人嘅大腦喺靜止狀態之下，仍然會繼續運作，就好似有一套喺背景自動執行嘅程式咁。喺獨處嘅時候 ，DMN 會特別活躍。科學家發現，當 DMN 越活躍，一個人嘅自我認知同埋情緒調節會表現得更好。更重要嘅係 DMN 仲會令人創造力爆升。咁係因為 DMN 嘅運作涉及大腦入面唔同嘅部位，包括儲存深層記憶嘅皮質。好多深層記憶已經深埋咗喺大腦皮質入面，我哋意識層面根本唔知佢哋原來存在，亦都唔容易提取出嚟用。DMN 嘅自動導航功能就可以幫我哋將呢啲資訊好好整理，再攞翻出嚟。所以好多時我哋夜闌人靜，個人好放鬆嗰陣，突然會靈光一閃，諗到啲新嘅 idea， 或者諗到啲新嘅解決方法去處理困擾咗我哋好耐嘅難題，就係因為 DMN 打開咗大腦入面龐大嘅資料庫，善用入面豐富嘅資料，幫我哋諗到更多平時諗唔到嘅嘢。舉個例，老細嫌你份 proposal 寫得唔夠生動，叫你翻去再寫過。你諗咗幾日都唔知點先可以將份 proposal 寫得生動啲，於是萬念俱灰，一放工就鎖自己喺房，乜都唔做。放空一段時間之後，突然你諗翻起幾十年前，你個小學老師曾經教過你一啲作文小技巧。呢啲知識你以為自己一早唔記得晒，但係原來佢一直喺你嘅大腦皮質裏面，只係平時佢唔會出現喺你嘅表意識層面。最後就係呢啲作文小技巧幫你諗到點樣改寫份 proposal， 成功解決咗呢個難題。呢個就係預設模式網絡強大嘅地方，而佢只係會喺你個人平靜落嚟，乜都唔做嘅時候先會啟動。當我哋好有意識咁去做某啲嘢，好似返工、同人 social、睇手機之類嘅時候，大腦會啟動另一個網絡，
叫做任務正向網絡 （Task Positive Network）。呢個網絡活躍嘅時候，DMN 就會被壓制、暫停運作。換句話講，外在事務太多，長時間都要好有意識咁去用個腦嘅時候，你就享受唔到 DMN 帶嚟嘅好處。而同人互動嘅過程，正正就係好花能量、好佔大腦資源嘅一個 task。好多時我哋以為同人 casual 咁吹下水，唔使點用腦，應該都算係一種放鬆休息。其實唔係。大家有冇留意，我哋同人傾偈嗰陣，對方一個好微妙嘅眼神、語調上嘅少少變化、表情上有一剎那嘅唔自然，都好容易引起我哋嘅注意。咁係因為我哋喺不知不覺中，其實用咗好多腦資源去觀察對方、回應對方、估計對方嘅反應，諗下一句講乜，又要保持禮貌，控制自己嘅表情、動作等等。所以人與人嘅互動，無論係幾咁漫無目的嘅普通對話，其實都係非常耗能嘅工作。大腦長期處於呢種高能量嘅對外模式，根本冇機會對內探索。而獨處就係開啟 DMN 嘅最好時機。當周圍都靜落嚟，你唔使再扮演任何角色，花能量去同人互動嘅時候，大腦先會真正鬆綁，開始自動導航。佢會將你過去嘅經歷、見過嘅畫面、聽過嘅說話、讀過嘅書、潛意識層面嘅價值觀，同埋對世事萬物嘅睇法等等，整合埋一齊。科學研究表示，好多重大突破、藝術靈感、商業點子都唔係喺開會或者討論入面誕生，反而一個人沖緊涼、行緊街、發緊呆等等呢啲 DMN 高度活躍嘅時候，靈感就會突然閃現。另外 DMN 除咗幫我哋提升創造力之外，仲係一個自我整合嘅過程。只有喺獨處嗰陣，你先會透過整理大腦入面嘅思緒，慢慢了解自己，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乜，邊啲地方應該再努力一下，邊啲嘢需要斷捨離。因為你過去嘅所有經歷，其實都會影響你當下嘅行為同每一個決定，但係你根本唔知道係乜嘢影響緊你，因為影響你最深嘅記憶，往往收埋咗喺大腦皮質深處。呢啲記憶可以係父母曾經同你講過嘅一句說話，可以係你細個見過嘅某幅圖畫，而 DMN 就可以幫你慢慢將呢啲零碎嘅片段同依家嘅你連結，令你更了解自己。然後我哋睇下從認知心理學角度睇，獨處會為我哋帶嚟乜嘢好處。人嘅注意力係相當有限嘅資源，大腦真正能夠集中精神處理嘅信息量，遠遠低過我哋以為嘅。但係現代社會每日都有無數樣嘢喺度搶奪我哋嘅注意力，連搭程車我哋都會用盡啲空閒時間去碌 social media。呢種狀態好容易會令我哋出現認知超載 （cognitive overload）。通常我哋唔會察覺自己 overload 咗，你只會突然變得脾氣暴躁，好容易攰，冇辦法集中精神。你以為自己年紀大咗或者瞓得差咗，所以先會變到咁，其實真正原因可能係 cognitive overload。獨處正正就係幫你認知卸載嘅好方法。頭先提過，人與人嘅交流本身係好消耗能量嘅一件事。如果你嘅大腦本身已經係超負荷，無謂嘅社交只會令你百上加斤。所以我認為每人每日都應該至少有一段獨處嘅時間，呢段時間最好用嚟冥想，俾自己個腦徹底 reset。如果睇開我嘅影片嘅朋友，應該都知道我一直都好推崇用冥想去改善自己嘅身心狀態。冥想其實唔難，網上面有好多教學可以跟住做。就算你唔冥想，都應該盡量咩都唔好做，唔好碌 social media， 唔好睇 Netflix， 每日10分鐘左右，自己一個人咩都唔諗，俾自己個腦放鬆下。一段時間之後，你會發覺你成個人嘅狀態都會有改善，比起食 supplement 更加有效。睇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既然獨處咁有益，點解我哋成日會因為怕悶、怕靜而夾硬進行啲無謂嘅社交活動嘅？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好經典嘅實驗，佢哋將一班人單獨鎖喺一間空房度15分鐘，裏面咩都冇，唔准睇手機，唔准做任何嘢，淨係准佢哋坐喺度發呆，或者撳一個電掣去電自己。結果非常搞笑，有接近一半嘅人寧願撳掣電自己，
令自己有輕微嘅痛楚，都唔願意放空15分鐘。呢個實驗話俾我哋知，現代人真係好驚無聊。我哋習慣咗用各種刺激去填滿時間，一旦靜落嚟就會覺得好不安，寧願電自己都唔願意靜落嚟。聽落好似好無稽，但係我哋一得閒就睇 social media， 或者純粹為咗填滿時間，明明自己冇興趣嘅活動都爭住參與，其實都係類似嘅原理。現代人就係咁怕悶，而有咗智能手機之後，呢個現象就更加變本加厲。我哋就算物理上一個人獨處，都硬係要上網同人 connect， 誓要揸乾所有嘅寂靜先至安樂。所以主動選擇嘅獨處，容許自己一個人靜落嚟，某程度都係一種自律同埋修為。我哋唔能夠完全同社會隔絕，但係亦都唔應該怕咗獨處。我哋要做嘅係喺社交同獨處之間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嘅平衡點。好啦，跟住落嚟，我哋講下點樣獨處法先至係最高質素、最能夠令我哋成長嘅獨處。首先，我哋應該每日安排至少10分鐘俾自己真正咁獨處。咩叫真正嘅獨處呢？物理上嘅獨處，每個人都會經歷，無論願唔願意，你每日都總會有自己一個人嘅時間。不過，我哋更加應該追求精神上嘅獨處，每日10分鐘，咩都唔做，甚至盡量唔好諗嘢，俾自己靜落嚟，感受下自己當刻嘅感覺。呢段時間，我哋當然唔應該玩手機，我哋應該做嘅可以係靜觀，可以係冥想，亦都可以係做運動，或者去公園散步之類。總之要俾個大腦放鬆，同其他人 disconnect 一陣。如果你諗住留喺屋企獨處，我會強烈建議大家揾一個固定嘅地方，盡量令佢舒適整潔一啲。如果係一間房，當然最好，但係就算只係一張凳，你都可以盡力令佢變得 decent 一啲。每次都喺相同嘅地方獨處，會令你更容易進入獨處嘅狀態。當你完成咗10分鐘嘅獨處時間，可以俾啲獎勵俾自己，讚自己一句，或者飲杯中意嘅飲品，食少少自己中意嘅嘢都 OK。咁樣做嘅目的係建立一個正向回饋嘅良性循環，令自己更容易培養定時獨處嘅習慣。當你習慣咗之後，可以按需要加長獨處嘅時間，咁你就會更加深刻咁感受到獨處為你帶嚟嘅好處。叔本華講過，一個人最大嘅幸福就係學識獨處。喺呢個隨時隨地都可以被聯絡到嘅時代，斷開連接反而變咗最奢侈嘅享受。如果你好唔習慣自己一個人，我會建議你由今日開始試下用心感受下獨處嘅力量。我保證呢樣嘢一定會令你好有得着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到呢度。如果喜歡我嘅影片，請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呢個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。多謝各位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